后来继续来到立法院，又搁爆发着冲突。今仔日的议会接受到顶礼拜五处理国民党团所提出的反废死、反戒严的公投。会议才拄开始，民进党团就占领主席台来陪角。院长韩国瑜针对新党的副秘书长杨志斌走去二楼做直播，互因一个交代。国民党的立委看办事唔对，冲向前来保护着院长，双方互相来压杀。韩国瑜真无奈，大声来喊讲，莫对着院长的耳仔一直嚷，讲伊的耳仔真无爽快。好，这宣布议会开始呢，民进党团随冲进前包围主席台抗议，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针对顶礼拜新党副秘书长游志斌从入去议场回应一个交代，国民党团赶紧冲进前护监。谢谢。上礼拜就没有处理啊！不要对着院长耳朵吼叫，耳朵很不舒服。我们休息10分钟。韩国瑜真无奈话暂停，抑阁唔若暂停10分钟，再去艺术又阁空棒。本来要处理反戒严、反废死的2大公投案，以及行政院长杜英台备询升法庭，包括经济部长郭志辉、卫福部长邱泰源等人，敢若会当继续空等。所以在他们的心中，连卓荣泰院长的施政总咨询都可以来来占领主席台，所以表示现在整个行政院的施政已经不是民进党的重点。我们希望民进党回头是岸他们要让2个诈骗公投、2项空壳公投，今天赶快进行表决，弄假成真。光这个会期，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就已经发放了2197张，有没有腐烂？民进党团强调讲，这摆破坏议场秩序，嘛甲韩国瑜乌白发记者证有关系。选伫议会表决的同一天，游志斌又搁出现举手棒去抗议，不过这摆无进入议区。民主倒退路，台湾拢总输。看这个办事，公投表决拢无进展。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